咧係舉辦呢一次論壇咧，可以俾我哋有家長同埋咧市民咧開咪啊，開咗佢，可能係我把聲周圍去講。好我哋呢個自己嘅清報道。首先多謝呢個主辦單位俾我哋有機會同市民同埋啲家長咧，可以咧係面對面咧講解下我哋呢個運動嘅。我哋個運動嘅全名叫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咁呢個運動嘅目的咧係要爭取2017年咧係真普選我哋嘅特首。點先算真普選咧？咁樣除咗係市民合資格嘅市民咧係一人一票之外咧，根據國際標準咧，最重要咧就係除咗一人一票之外咧，就係唔應該有啲唔合理嘅限制啦，令到唔同性別、宗教、種族同埋政治信仰嘅人咧係唔可以參與選舉。即係話咧嗰個提名咧亦都要好開放啦，喺俾唔同嘅社會裏邊嘅聲音咧係可以進入去咧係俾市民選擇嘅。咁我哋點解叫做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咧？咁樣愛係基於我哋對香港嘅關愛。我哋而家見到咧，香港嗰個政治制度咧，係令到我哋個社會咧已經冇辦法管治落去咯。我哋睇見咧，我哋試過唔同嘅類型嘅特首商人治港，我哋試過公務員治港、外國嘅力量治港等等咧，你都見到佢面對相當嚴峻嘅管治嘅問題。而家我哋呢個政府咧，可以一方面嚟講咧，你見到佢一般嘅市民對佢嘅監督係唔足夠。我哋而家對一般嘅官員咧，如果佢收4-5千蚊嘅禮嘅話咧，佢分分鐘出問題。但係對到最頂層嘅官員咧，其實基本上整個制度設計咧，對佢哋嘅控制係好弱嘅。特別係當我哋冇個民主制度嘅時候咧，一般嘅香港公民咧，要去到要我哋特首同埋問責官員向我哋問責咧，其實係冇渠道。另一方面咧，呢個奇怪嘅地方就係我哋呢個制度咧，除咗唔足夠監督之外咧，亦都社會上面係唔足夠支持。我哋市民咧望住個政府咧，基本上面咧都係好似旁觀者咁樣。佢做得唔好咧，我哋就會鬧。一個冇經過一個選舉過程裏邊產生嘅政府咧，往往就係出現咗咁樣嘅情況。唔單止係冇認受性，而話佢喺社會上邊咧係尋找唔到伙伴。如果我哋經過一個普選嘅制度咧，最少係喺呢個選舉過程裏邊超過1票人支持佢嘅話咧，每個人都要為自己選擇去做負責嘅話咧，最少有一段時間裏邊呢個政府係同個社會咧係有基本上面嘅伙伴嘅關係。咁而家我哋呢個制度之所以冇伙伴關係咧，亦都係源於呢個制度咧，其實係一種排斥性。嗰種排斥性咧，如果我簡單咁樣講法咧，就係我哋呢個社會將我哋啲公民咧分咗一等公民同二等公民，唔係人人都可以去到咧係選特首。我哋見到我哋嘅功能團體咧，亦都會話俾你知啦，呢個功能團體係我哋創造香港嘅 GDP 90%幾，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嗰啲功能團體老闆去創造。我哋每一個員工咧，其實都有去創造呢啲 GDP 嘅，但係冇得到咧平等嘅機會啦，去產生呢啲功能團體嘅議員。仲有我哋想象下，我哋好多個家庭婦女，其實佢點樣湊大啲細路仔，點樣令到我哋嘅社會係我哋今日嘅一個咁現代、咁文明嘅香港社會咧？呢啲婦女咧，其實亦都係冇喺呢個制度裏邊咧得到承認。所以呢個咁排斥性嘅政治咧，其實令到個政府咧都係冇充分嘅支持。咁我哋已經睇見啦，香港差唔多可以咁講空轉咗10幾年。如果再咁樣落去咧，我諗各方面都接受唔到。咁所以我哋其實係見到而家呢個狀況咧，唔覺得可以落去咧，係咁落去。我哋希望咧係喺制度上邊咧要尋求啲突破。我哋覺得咧係要按照中央既然承諾咗咧，2017就有真普選啦。希望係作一個起點啦，係去到改善香港嘅管治。好啦，點解我哋話係和平咧？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咧？嗱，我哋嘅成個行動咧，其實咧係有3個好重要嘅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商討。我哋希望個社會裏邊咧，經過一系列嘅商討過程裏邊咧，就係能夠產生咧幾個嘅有關普選嘅方案。產生咗方案之後咧，我哋會有第2個步驟叫做公民授權。我哋俾啲市民喺街上邊咧可以答題咧，喺2或3個方案裏邊咧揀出呢個方案出嚟，佢係既符合到基本法又符合到國際標準。咁跟住咧，我哋希望咧呢一個方案咧，就係會透過政黨等等咧，係同特區政府或北京政府咧，係去進行商討同埋談判。如果佢翻出嚟嘅結果咧，最後尾北京出嚟俾我哋嘅結果，嗰個方案咧係符合到我哋所講嘅真普選啦，咁呢件事情唔需要咩戰爭啦，呢件事情係好圓滿咁結束。如果去到可能好模糊地帶咁嘅話，可能要做到另一輪嘅商討同埋咧係俾市民投票嘅。
但係如果北京係完全唔聽香港市民嘅聲音，亦都唔理我哋呢個管治一路走落深淵嘅話咧，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用一個所謂公民抗命嘅方法咧，係去表達我哋對而家呢個局勢嘅不滿同埋嗰種係憂慮。咁我哋嘅公民抗命嘅方法係點樣咧？咁呢個當然，如果陣間有時間我先解釋咧，呢個係成為歷史嘅源流裏邊咧係點樣做。你如果我用翻最早期講公民抗命嘅概念，就話咧，因為人基於個公義嘅理由咧，去觸犯法律，但係佢自己承受翻個法律嘅後果，佢唔會逃避呢個法律嘅後果。咁我哋個做法咧就會喺中環嗰度咧，我哋會坐喺馬路中間嘅。咁呢個係會觸犯法律嘅。咁結果咧，呢啲人係會被捕嘅。但係我哋好強調一個最重要嘅精神咧，就係要和平嘅，絕對唔可以同警察有任何嘅肢體衝突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公民抗命啦。好啦，係咪一定會犯法咧？如果呢件事情喺我哋講商討人同埋公民授權之後個方案係經過個磋商過程係得到接納嘅話，就算修改之後喺揾到個中間地帶，我哋經過公民授權都有接納嘅話，唔需要一定要實行呢個公民嘅抗命嘅。好啦，就算實行公民抗命嘅話咧，參與嘅市民咧係有3種選擇嘅，佢可以揀唔同嘅程度去支持一個咁樣嘅公民抗命嘅運動。最外圍嘅咧，佢就係完全唔需要觸犯法律，佢只係向呢個運動提供支援嘅啫。有啲律師同我哋講就話，佢會做辯護律師嘅。有啲人就話我哋會幫你喺支持裏邊咧搞啲商討日做義工嘅等等。咁呢個係第一層嘅支持者，佢唔需要係觸動法律嘅。第二層嘅支持者咧係會參與呢一個咁樣嘅踩馬路嘅呢一個公民抗命嘅，但係咧佢可以喺法庭上邊去抗辯嘅。但係最核心嘅人咧就好似我哋咁樣嘅，咁我哋會坐喺馬路嗰度，警察捉我哋係唔會抵抗嘅。咁我哋咧係如果唔捉我哋嘅話，我哋自己都會警署裏邊自首嘅。去到法庭，我哋唔請律師去抗辯嘅，我哋完全接受呢個罪責嘅，因為我哋知道嗰件事情係犯法嘅。好啦，咁點解要咁做咧？好好地一個教授或者你啲律師或者牧師等等，點解要咁樣做法咧？咁樣，因為我覺得我哋自己面對住一個政改懸崖，即係話咧，如果呢次政改裏邊咧，中央唔能夠按照佢承諾，真係俾一個真嘅普選我哋嘅話咧，我相信香港就會跌落呢個懸崖之後咧，就會面對一個深淵嘅，會出現好大嘅問題。我哋會見到年青人，我自己作為老師，我見到年青人過往幾年裏邊，其實已經係越嚟越走向激進，佢哋已經係越嚟越唔耐煩。你嗰種唔耐煩，你睇前2日演藝系已經畢業禮，你就知道嗰種不耐煩嘅感覺。即係話咧，越嚟越走向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呢次政改更加失敗嘅話咧，你諗下年青人佢要等到2024年咧，先至可以立法會入普選全面普選機會。因為咧呢次2017失敗，你等2022年行政長官下一次嘅改革，而立法會一定要等行政長官普選之後先做得嘅。我話俾啲年青人係唔會再咁樣等落去嘅，佢哋慢慢就會走向激進化。而且你見到除咗激進化之外咧，所謂本土嘅運動嘅力量係不斷喺度上升緊。嗰種係會完全唔覺得要承認中國人身份、反蝗蟲等等運動喺度上升緊。咁而我哋觀察到我哋身邊好多嘅中產階級咧，亦都越嚟越感受到喺呢個空轉嘅狀態，不斷加劇呢種矛盾嘅狀態咧，佢哋已經覺得係心灰意冷。佢哋一係就向後退，甚至係開始討論移民。咁你諗下一個社會再咁樣走落去，我哋點樣去管治落去咧？所以我哋面對住一個就嚟跌落嚟嘅政改懸崖，我哋自己向前睇到呢種情況裏邊，我哋一定要向個社會發出一個好強嘅聲音嘅警告。所以點解我哋提出一個和平佔中呢個運動咧？其實我哋主要係想透過一個過程裏邊嘅好似向個警鐘咁樣，等個社會知道而家個嚴重性喺邊一度。咁但係我哋提咗出嚟之外，當然我哋提咗呢個運動出嚟之後，當然我哋聽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反對聲音啦。但係我哋都喺建制派裏邊啦，我哋亦都慢慢聽見有啲聲音啦，開始知道我哋搞咩。譬如好似曾鈺成立法會主席，佢亦都係好明確咁樣講，覺得香港如呢一次政改失敗啦，一定係跌入深淵，青年激進，中產開始向後退，甚至移民。佢亦都覺得咧，我哋一定唔可能係唔搞一個真正嘅開放選舉。咁啊，大家你朝早睇報紙，葉劉淑儀亦都覺得咧，中央亦都應該要去冒險，試下要搞一個真普選，即係一個開放式嘅普選。如果唔係話咧，香港亦都管治唔到佢。咁我自己作為喺呢個運動嘅推動者之一啦，我自己慢慢，即使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邊，我知道會有好多誤解，但係其實經過咗2-3個月之後咧，我亦都開始就喺建制派裏邊咧，都聽見呢啲聲音。
就知道咧，其實我哋嘅管治就係呢一次如果失敗嘅話咧，係管唔到落去嘅。而所以咧，點解我哋要需要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去得滯坐低去諗一諗咧，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好多謝。好，唔該晒。